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 WhatsApp 喺香港做市場推廣嘅優勢。根據統計 ，WhatsApp 嘅信息開啟率高達98%，而且無論點擊率定轉換率都表現出色。相對於 Facebook 同 Instagram，WhatsApp 嘅推廣成本大約只係佢哋嘅1%。從成本效益角度睇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不過 WhatsApp 嘅獨特之處在於佢係目前唯一真正可以進行即時互動嘅營銷渠道。即使有再好嘅數據，如果無法及時回應客戶查詢，都可能影響最終嘅轉換效果。因此能夠準確、迅速咁處理用戶查詢就變得非常關鍵啦。喺呢個環節入邊，高質素嘅第三代 Agentic AI Chatbot 就顯得好重要啦。一部高質素嘅 AI 聊天機器人可以提供全天候嘅即時回應，無論係產品查詢、售後支援或者其他客戶需求，都能夠作出有效同準確嘅回應。通過不斷學習同優化，佢可以幫助企業改善客戶體驗，進一步提升轉換率。綜合嚟睇啦 ，WhatsApp 喺香港市場上咧，憑藉高開啟率同低成本優勢，已經係一個非常有潛力嘅營銷平台。如果能夠配合好似 Affinity Flow 呢一類高質素創新智能系統，就可以有效解決回應時效同準確度嘅挑戰，從而令企業能夠更順暢咁同客戶建立互動關係，推動生意發展。